好多人平時出街或者返工，手頭上面一定有個保溫杯，諗住隨時隨地都有啖熱水飲下，或者喺炎炎夏日飲啖冰凍嘅嘢。但係你知唔知呢個日日陪住你睇落乾乾淨淨嘅保溫杯，隨時會變咗你身體入面嘅毒藥工廠。我唔係嚇你，好多人見到保溫杯入面有啲茶漬、咖啡漬，覺得好難洗，就會隨手喺廚房攞個鋼絲刷出嚟，大力咁刷，諗住刷到佢亮晶晶就係乾淨。如果你真係咁做，咁就大鑊啦！你呢一手刷落去，唔單止係刷走咗啲污糟嘢，直頭係將你個保溫杯嘅護身符都刷埋，令到入面啲重金屬直接滲入你飲嘅每一啖水入面。你每日以為自己飲緊健康水，其實係日日飲緊毒水都唔知。講返保溫杯嘅構造，點解唔可以用鋼絲刷？其實大家平時買保溫杯，見到包裝上面寫住304不鏽鋼或者316不鏽鋼，呢啲數字唔係隨便寫。所謂嘅不鏽鋼，其實係喺鐵入面加入咗礦鎳呢啲金屬元素。點解佢唔會生鏽？係因為不鏽鋼表面有一層極之薄、肉眼睇唔到嘅鈍化膜，呢層膜就好似皮膚咁，保護住入面嘅金屬唔會俾氧氣或者水侵蝕。但係當你用鋼絲刷硬邦邦嘅菜瓜布或者係啲好尖銳嘅嘢去刷個內膽嘅時候，你就會喺呢層皮膚上面留低無數條肉眼都睇唔到嘅刮痕。呢啲刮痕一旦出現，就代表個保溫杯已經毀容兼功能喪失。當呢層保護膜被破壞，入面啲重金屬好似葉甚至係鎂，就會因為接觸到灰，特別係如果你裝咗啲酸性或者鹼性嘅嘢，呢啲重金屬就會加速溶出嚟。你想象下，如果你今年係30幾歲，你日日咁樣飲法，飲咗10年20年，呢啲重金屬喺你身體入面慢慢累積，對你嘅肝臟腎臟會造成幾大負擔。重金屬中毒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係一種長年累月嘅慢性傷害。好多老人家可能到咗60、70歲先發現身體出問題。原來根源可能就係呢個日日用嘅杯，特別係依家啲後生仔中意用保溫杯裝咖啡、裝檸檬茶，甚至係裝酸梅湯。我要同大家講清楚，酸性嘢係最容易令到受損嘅不鏽鋼釋放出重金屬。如果你個杯內膽已經刮花咗，你仲日日裝呢啲酸性飲品，嗰啲金屬離子就會好似入咗無人之境咁，直接入晒你個肚度。定期攝入過量嘅澀會對皮膚、呼吸道有影響，而過量嘅鎳甚至會有致癌風險。所以千萬唔好再用鋼絲刷去洗保溫杯，就算係嗰啲睇落好硬嘅塑膠刷都唔好。咁你可能會問，唔用叉喎，啲萬年茶漬、咖啡漬，甚至係嗰啲厚到好似長灰咁嘅水垢，點算好？好多人個杯用咗1年2年，入面就變到黃咁，甚至有陣味，點洗都洗唔甩。今日我就要教大家一個神物，唔使你出力刷，只要輕輕搖兩搖，嗰啲陳年污漬就會好似變魔術咁自動甩出嚟，保證你個杯好似新買返嚟咁亮晶晶。呢個神物係咩？其實佢就係我哋廚房最常見，平時好多人會當係垃圾丟咗佢嘅蛋殼。你冇聽錯，就係雞蛋殼。你只要將平時煮飯用完嘅蛋殼洗乾淨，然後整碎佢，放入保溫杯入面。點解蛋殼咁神奇？因為蛋殼入面主要成分係碳酸鈣，而且佢碎咗之後有無數個細小嘅菱角。呢啲菱角喺你搖晃嘅時候，會產生一種好柔和但係好有效嘅摩擦力。佢唔似鋼絲刷咁硬到會刮傷金屬，佢嘅硬度啱啱好，可以將表面嘅污漬帶走。做法好簡單，你將碎蛋殼放入口杯之後，加少少水，大約去到杯嘅1/3位置就夠。如果你想效果再勁啲，你可以加多1匙羹平時宰黐用嘅食鹽，鹽嘅細小顆粒可以增加摩擦，同時仲有殺菌作用。然後你擰翻埋個蓋，用力上下左右搖佢1-2分鐘。呢個過程入面，蛋殼同鹽水喺入面不斷撞擊摩擦個內壁。當你打開蓋倒啲水出嚟嘅時候，你會發現原本清澈嘅水變到污糟晒，而杯底嗰啲黃色嘅茶垢、咖啡漬全部都已經甩晒落嚟。如果你個杯真係太污糟，係嗰種用咗
5、6年以上從來未徹底清潔過嘅陳年老杯，咁單靠蛋殼可能仲爭少少。呢個時候你就要用到另一樣神器，就係檸檬酸或者係食用梳打粉。如果你屋企有檸檬，直接切2塊入去，加暖水浸佢1個鐘，或者去超市買嗰啲食用級嘅檸檬酸粉。檸檬酸對於鹼性嘅水垢係最強克星，佢可以產生化學反應，將啲硬邦邦嘅水垢軟化。你浸完之後，再用我頭先講嘅蛋殼搖搖法，雙管齊下，就算係幾頑固嘅污漬都無所遁形。講到呢度，我仲要提醒大家，保溫杯除咗怕刮，仲有幾樣嘢係大家平時好容易犯嘅禁忌。好多人覺得保溫杯係萬能，乜都倒落去。第一樣絕對唔可以長時間裝嘅就係牛奶同豆漿。好多家長會喺朝早6、7點裝定杯熱牛奶，俾小朋友帶返學，諗住佢哋10點、11點小食時間可以飲。但係你要知道，保溫杯嘅環境簡直係細菌嘅溫床。牛奶入面嘅微生物喺30幾、40度嘅溫度下，繁殖速度快到得人驚。只要短短2、3個鐘，入面嘅細菌數量就可能已經超標。而且牛奶蛋白會黏附喺個杯壁上面，如果你洗得唔乾淨，好容易就會發臭，滋生更多細菌。第二樣嘢就係中藥，好多人要長期調理身體，會裝定中藥返公司飲。中藥入面含有大量嘅酸性物質同生物鹼，呢啲成分會同不鏽鋼產生化學反應，唔單止會影響藥效，仲會加速不鏽鋼內膽嘅侵蝕。如果你真係要帶中藥，建議用陶瓷或者玻璃內膽嘅保溫杯，咁樣先至安全。仲有啊，好多老人家中意用保溫杯泡茶，雖然聽落好養生，但其實長期咁樣做對身體都唔好。茶葉入面含有大量嘅單寧酸同茶鹼，如果長時間喺高溫環境下浸泡，呢啲物質會大量釋出，令到茶水變到好苦好澀，仲會令茶葉入面嘅維他命受損。最緊要係長期泡茶，好容易形成嗰啲厚厚嘅茶垢。如果你又唔識用蛋殼洗，用鋼絲刷去刷，咁就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其實揀保溫杯都有學問，大家去買杯嘅時候，記得望下底座或者包裝。依家主流係304不鏽鋼，呢個係食品級，一般日常用都夠。但係如果你預算鬆動啲，或者你會裝咖啡呢類嘢，我建議買316不鏽鋼，甚至係316L 呢種材質，比304更加耐腐蝕，更加易用級。你買嘅時候睇清楚，如果有啲杯買得好平，又冇標明不鏽鋼編號，千祈唔好買。呢啲可能係用201或者202不鏽鋼整嘅，呢類工業用不鏽鋼嘅錳含量非常高，耐腐蝕性差，用唔夠幾個月就可能生鏽。到時你真係飲毒水，大家一定要記得，保溫杯係有壽命嘅。雖然佢唔會好似玻璃杯咁一跌就碎，但係如果你發現你個杯嘅保溫效果明顯差咗，或者摸落去外殼發燙，咁就代表佢入面嘅真空層已經漏氣，個杯已經廢咗。仲有，如果你見到內膽出現咗生鏽嘅紅點，或者有點樣都洗唔甩嘅黑色斑點，又或者係摸到有明顯嘅刮痕，唔好唔捨得，一定要即刻換咗佢。一個杯幾百蚊，你嘅健康係無價嘅，唔好因為想慳嗰少少錢，搞到自己重金屬中毒。最後想同大家講，洗保溫杯最緊要係勤力，而唔係暴力。每日用完之後，簡單用軟布或者海綿輕輕抹下，加少少洗潔精。如果發現有味，可以落啲醋或者茶籽粉浸下。只要你保養得好，一個高品質嘅保溫杯用個5、6年係完全冇問題嘅。希望今日分享呢個蛋殼清潔法同保溫杯嘅保養知識可以幫到大家。快啲去廚房睇下你同你屋企人個保溫杯，睇下入面係咪已經滿布刮痕，或者係咪積滿咗污垢。如果有，即刻試下用蛋殼搖一搖，或者考慮換個新嘅健康生活。係由呢啲細節開始，唔好等身體出咗事先至後悔自己日日喺度飲毒水。其實呢種生活小百科，我哋每個人都應該知多啲。就好似好多人唔知，除咗蛋殼，其實白米都有類似效果。如果你屋企冇蛋殼，攞一小撮生米入去搖，原理都係一樣。呢啲方法比起用化學清潔劑或者鋼絲刷，既環保又安全。講返保溫杯個蓋，嗰度其實先係最污糟嘅地方。好多杯蓋有膠圈，嗰度最容易藏污納垢生霉菌。你洗嘅時候
記得要拆個膠圈出嚟，用牙刷輕輕刷下。如果你見到個膠圈變咗黑色或者有陣霉味，可以用啲稀釋咗嘅漂白水浸下，或者直接買過個新嘅膠圈。好多人只係洗個杯身，唔洗個蓋，結果細菌就係由個蓋嗰度入去。總之，對待保溫杯要好似對待自己皮膚咁溫柔，唔好刷，要用搖嘅，唔好亂裝嘢，要睇材質，咁樣你先可以真正享受到一杯溫暖又健康嘅好水。呢啲知識唔好收埋，記得話埋俾身邊啲老人家同朋友知，特別係嗰啲仲用緊鋼絲擦洗杯嘅人，你可能救咗佢哋一命添。大家一齊做個精明又健康嘅香港人。再補充一點，好多人買咗保溫杯返嚟，第一件事係點做？係咪就咁用熱水沖下就飲？其實新杯買返嚟最好用少少食，用醋或者檸檬酸加暖水浸佢半個鐘，因為喺工廠生產嘅過程入面，金屬表面可能會殘留一啲工業潤滑油或者拋光粉。呢啲嘢雖然好少，但始終係化學嘢，浸一浸會安全好多。浸完之後，再用我教你嘅蛋殼或者米搖一搖，將表面啲雜質帶走，咁樣用起上嚟先至最放心。而且大家都要留意下保溫杯底部嗰塊墊片或者係標籤，千祈唔好手痕去試咗佢。嗰個位置好多時係抽真空嘅封口位，如果你撕咗佢或者整爛咗佢，個杯嘅真空層就會受損，保溫功能就會即刻失效。好多人以為嗰度係垃圾，其實係保溫杯嘅命根。講到尾，一個好嘅保溫杯係我哋生活嘅好伙伴。無論你係廿幾歲嘅後生仔，定係已經50幾、60歲嘅老人家，學識正確使用同清潔保溫杯，對你嘅身體絕對係百利而無一害。大家記住，飲水係為咗健康，唔好因為一個洗錯咗嘅杯，令到飲水變成傷身嘅行為。如果你今日聽完覺得呢啲資訊有用，記得轉發俾你啲親戚朋友，特別係嗰啲平時好節儉，個保溫杯用咗10幾年都唔捨得換嘅長輩，幫佢哋檢查下個內膽。如果見到花晒，就買個新嘅316杯送俾佢哋啦。呢啲先至係最實際嘅孝心。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大家記得愛惜自己個杯，就係愛惜自己個身體。